本身从事生意加工，担任过义消，甲宗教庙宇总干事的刘建良，对5档前投入白沙屯妈的进香，每年参加行路进香，毋捌中断。伫个进香的过程，因看到袂少的宗教文创商品，对过去的香火袋啊、保平安的神衣、香旗等，伫个实地进香落来，开发出袂少的实用商品，对帽仔、面巾、袖套，甚至囡仔衫、包屁衣拢有。我已经参加5档，这段时间咱伫沿路，咱所收到、咱所看到，拢是一寡拢足侪人会做这个文创品出来，甲人结缘，互送你安尼。所以第2档开始，我个人嘛开始有做一寡文创品，要甲人结缘，就大概类似像即款的物件，类似像，但是我发觉讲，咱的文创品，即几档就发觉讲，文创品袂使讲干那是装饰用的。也是摆饰用的，因为迄个物件你摕去看坑的，就是放伫遐。加上去年开始，即个白沙屯宫田宫有开始针对文创的部分，会当授权，互阮去做。咱是咧正式来处理伊的授权了，我的想法就是，咱来甲伊的文创品，咱甲文创品，即个庙宇的传统的庙宇文创品，咱甲生活化。改活化，会当继续利用，做衫啦，做衫，帽啊，咱毋是讲干那放伫遐，咧摆饰，咱来用加一个安全器材，毋是咧行路也较安全。碰时若是讲要运动衫，拢会当用，融入庙宇文创的物件内，咱陆续甲这文创生活化，安尼较好利用啦。业者表示，要开发白沙屯宫田宫的文创商品，除了爱取得庙方的授权，每一件设计图样甲用品，嘛爱有授权的合约。业者伫今年8月初来送件。总算伫9月进前取得授权，目前只有伫脸书来接受批发。有兴趣的民众会用搜寻脸书“进香神器”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